銀行結餘上升，令到拆息持續向下，一個月拆息更加下試近3年低位，實際按息跌穿2厘。咁假設貸款500萬，借30年，月初仍然處於封頂息率3.5厘，月供大約係22,400蚊，最新 HIBOR 跌到去0.59厘，實際供款息率1.89厘，供款已經降到去大約18,200幾蚊。咁港美息差啦，差唔多維持咗喺1厘左右。咁目前情況非常罕見，按揭中介估計長遠未必能夠維持。其實咧，而家咧，我哋見到咧，拆息咧同美國聯儲局利率咧嗰個息差咧都超過3厘。咁喺聯繫匯率嘅設定之下咧，呢樣嘢好難可以持久嘅。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咧，其實咧如果嗰個港美息差係超過3厘咧，咁佢可能係維持到1至2個月嘅啫。不過我覺得咧，目前咧環球嗰個資產配置個佈局咧就冇咁快可以完成嘅。咁期間咧拆息咧下行嗰個壓力咧仍然都係主導嗰個市場。咁就算之後反彈咧，我相信咧佢都會喺嗰個拆息都會喺1.5至到2厘咧嗰度下行，咁對嗰個樓市咧都會一個正面嘅心理同埋實質影響嘅。